另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来自受中国破坏的东突厥散。维吾尔宗教学者麦美提一名将达穆拉据称在中国监狱酷刑而死，享年56岁。麦美提一名将达穆拉的死讯是由他的儿子证实，他的儿子住在加拿大。麦美提一名将达穆拉以其在东突厥散伊斯兰科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而闻名。他于2014年11月在伊宁市被捕，并于2015年10月25日获释。2016年2月3日，他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住所遭到中国警察的搜查，并再次被拘留。自从他被任意逮捕以来，家人和朋友没有收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的镇压政策和种族清洗，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遭到数百人的抗议。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比利时维吾尔人协会和土耳其非政府组织聚集在比利时中央火车站前，抗议中国对他们在东突厥散同胞的压力、破坏和屠杀。大约有300人打着维吾尔人自由、制止种族灭绝、关闭集中营的标语示威。在示威中，法文、英文和荷兰文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约有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关押在集中营。尽管中国不希望这些事实被世人所知，但事实是集中营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宣布向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部分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蓬佩奥与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宣布国务院签证限制新措施，指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支援中共侵害人权。他前一周曾警告，全球同华为有业务来往的科技公司其实是同人权侵害者做生意。蓬佩奥提到了据称对东突厥散穆斯林群体的虐待，他指责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监视行为的一个工具，审查持不同政见者，在东突厥散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并将营中人员送到中国各地做苦工。蓬佩奥还说，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应该认为已经得到了警告，如果他们与华为做生意，他们就是在与侵犯人权者做生意。英国国防大臣华丽士25日表示，作为政府重视外交、国防与安全政策的一环，当局将提升因俄罗斯和中国构成的太空威胁的能力。英国政府23日对俄罗斯的一场卫星测试表示关切，并指测试涉及具有武器特征的发射物。华丽士在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称，本周俄罗斯挑衅式地利用卫星进行武器试射，影响和平利用太空构想，提醒了我们俄罗斯对我国国安构成威胁。他声称，中国也对英国构成太空威胁，中国也正在发展攻击性太空武器，中俄两国都在逐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英媒《每日邮报》7月25日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有意提出对叛国法律最大规模的修订，预计将引入全新的叛国法和间谍法，并重写官方保密法。英媒称，约翰逊修法的目的是应对中俄等敌对国家构成的威胁。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朝鲜方面一直宣称没有确诊病例。如今，朝鲜官方表示，该国首例出现疑似病例。朝鲜开城市出现首例武汉病毒疑似病例。根据朝鲜中央新闻社报道的消息，上周从开城市非法进入朝鲜的人因被怀疑感染武汉病毒而被拘留。朝中社周日报道称，这名有武汉肺炎症状的疑似病患出现在朝鲜边界的城市开城。3年前从朝鲜脱北前往韩国，于19日越过军事分界线返回朝鲜。朝中社称，朝鲜在24日下午对开城市实施封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宣布在开城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并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大紧急体系。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昨天深夜武汉病毒疾病隔离政策急转弯，宣布所有自西班牙入境的旅客都必须隔离检疫2周。
英国外交部长拉布周日为宁时宣布的隔离措施进行辩护时表示，其措施是对西班牙武汉病毒病例激增的临时反应，并指这是近1个月的新一轮感染的最新表现。